恭喜你啊！如果你今年已經過咗75歲，每日朝早醒返嗰陣，發現自己完全冇下面要講嘅呢5種感覺，但我真係要隔住個熒幕同你拍下手掌，因為呢個表現證明你個腦袋瓜仲係非常之非常之健康，甚至可以話你嘅大腦生理年齡比同年齡層入面90%嘅人都仲要後生。好多人以為老咗就一定會記性唔好，反應遲鈍。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誤解。醫學界依家越嚟越強調成功老化呢個概念，即係話只要你保養得宜，就算到咗75歲、80歲，你嘅大腦依然可以好似後生仔咁靈活。大家要明白，朝早起身個半個鐘頭，其實係觀察大腦健康嘅黃金窗口。點解咁講呢？因為你個腦經過咗一整晚大約7至8個鐘嘅休息同埋自我修復，照理嚟講，醒嗰一刻應該係最清爽、最敏銳嘅。如果呢個時候你感覺唔妥，往往就係大腦發出嘅求救信號。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，如果你冇咗呢5種感覺，你真係執到寶。第一種你要慶幸冇嘅感覺就係腦霧感，即係嗰種開咗眼但係好似仲未醒，個腦斷晒片或者蒙查查嘅感覺。你有冇試過一覺醒嚟，企喺床邊，竟然要諗幾秒先記得今日係禮拜幾，或者諗唔起自己今日有咩要做，甚至乎覺得個腦好似俾一層厚厚嘅霧遮住咗啖，轉得好慢。好多老人家會話老啦，係啖蟹啦，但其實呢種長期嘅晨起混沌感，可能係大腦微循環出咗問題，或者係大腦代謝廢物排唔走嘅表現。我哋大腦入面有一套叫膠淋巴系統嘅排污機制，專門喺我哋瞓覺嗰陣清理啲腦部垃圾。如果你75歲起身仲係覺得頭腦清醒，一睜眼就知自己要做咩，思緒好清晰，但就代表你呢套排污系統運作得非常好，你嘅神經細胞仲係好有活力。你要想象一下，我哋嘅腦袋就好似一座繁華嘅城市，每日運作都會產生好多垃圾。如果呢啲垃圾堆積喺神經細胞之間，你個腦就會變得好似塞咗車嘅紅隧咁，乜都行唔通。如果你朝早起身覺得神清氣爽，就代表你呢座腦袋城市嘅清潔工非常勤力，道路通暢，咁樣嘅大腦梗係健康啦。第二種唔應該出現嘅感覺係嗰種莫名其妙嘅空虛、恐懼感或者情緒低落。你可能會覺得奇怪，情緒同個腦忽唔忽有咩關係？其實關係大到你唔信。好多有早期腦退化跡象嘅人，最先出現嘅唔係記性唔好，而係情緒變異。如果你朝早一醒覺得充滿正能量，覺得今日又係美好嘅一日，好想去飲茶、去行山、去見下啲老友記，但恭喜你，你嘅前額葉皮質，即係負責管理情緒同埋高級認知功能嘅嗰個部分，仲係非常壯健。相反，如果一個人朝早起身覺得好沮喪、好暴躁，或者對乜都提唔起勁，其實可能係大腦神經遞質，好似多巴胺或者血清素分泌唔平衡嘅徵兆。75歲仲可以保持積極樂觀嘅心態醒嚟，呢種正能量本身就係大腦年輕嘅最好證明。我哋成日話相由心生，其實腦由心生都冇錯。一個有生命力嘅大腦會驅使你去探索世界，而唔係縮埋一角。如果你每日起身都對生活充滿期待，你嘅大腦其實喺度幫你分泌緊快樂激素，呢啲激素係最天然嘅保養品，可以延緩神經細胞嘅衰老。第三種感覺就係手腳麻痹或者身體唔聽使。好多老人家朝早醒咗，想攞杯水飲或者想落床，會覺得隻手好似唔係自己啖，又或者覺得對腳好浮，好似踩緊棉花啖，甚至覺得半邊身冇乜力。千祈唔好以為呢啲只係單純嘅肌肉退化，或者係因為瞓得唔好壓到手。其實身體嘅每一個動作都係由大腦精確控制嘅。如果你75歲起身，伸個懶腰，覺得全身關節靈活，手腳感覺敏銳，平衡力十足，行路四平八穩，但反映你嘅運動皮層、小腦同埋神經傳導路徑都仲係高速公路，冇塞車。大腦對身體嘅掌控力越強，你跌親或者發生意外嘅機會就越低，長壽嘅質量自然就高。我哋要知人體嘅平衡感係一個好複雜嘅過程，涉及視覺、內耳、前庭系統，仲有小腦嘅即時運算。如果你落床嗰下完全冇搖搖欲墜，證明你個腦嘅運算速度仲係好快，可以即時協調全身嘅肌肉。呢種身腦合一嘅狀態係好多後生仔都未必做到嘅極致。
第四種感覺係頭暈眼花，有啲人一坐起身就覺得天旋地轉，要扶住床頭坐好耐先定得返神。雖然呢啲可能同耳水不平衡或者血壓波動有關，但從大腦健康嘅角度睇，呢種眩暈感往往反映咗大腦供血不足，或者係前庭系統功能下降。腦袋要忽，血液供應係命脈。如果你起身嗰陣視線清晰，完全冇蚊滋閃下閃下，亦都冇天旋地轉嘅感覺，但說明你嘅腦血管彈性仲係好好，血液可以順暢彈，將氧氣同營養送到大腦嘅每一個角落。一個血液循環好嘅大腦，自然就係一個後生嘅大腦。講到血管健康，大家一定要明白，大腦雖然只係佔體重嘅2%，但係佢消耗咗全身20%嘅氧氣同熱量。如果你嘅血管好似水喉生鏽咁，大腦就會因為缺氧而變得遲鈍。所以如果你朝早坐起身嗰一刻，覺得世界係穩定嘅，視線係銳利嘅，你真係要多謝你啲血管保養得咁好，令你嘅大腦可以喺充足嘅營養下運作。第五種感覺，亦都係最容易被忽略嘅，就係極度攰或者瞓極唔夠。明明昨晚瞓咗好耐，但係醒嗰陣覺得好似打完一場大仗啖，全身散晒，好想繼續賴床。呢種感覺可能暗示你嘅深度睡眠質量極差，或者大腦喺睡眠過程中冇得到真正嘅修復。研究顯示，長期睡眠質量差會加速腦部萎縮。如果你過咗75歲，每日醒嚟都覺得精神奕奕，好似充爆咗電嘅電池，淡淡你真係贏咗90%嘅人。因為呢種神清氣爽係大腦修復功能完美運作嘅結果，代表你嘅神經系統非常有韌性。睡眠其實係大腦嘅大清洗時間。如果你醒嚟覺得攰，就係清洗唔乾淨。如果你醒嚟覺得可以即刻去行山去飲茶，但證明你個腦嘅修復能力仲係一流。講到呢度，大家可能會問，如果我已經75歲，點樣可以令自己保持呢種五無狀態，令個腦繼續忽落去呢？其實養生唔係要食啲咩仙丹，而係要喺生活細節入面落功夫。首先，食嘢真係好重要。香港人鍾意飲茶，其實飲茶本身就好有益。茶葉入面嘅茶多酚對保護神經細胞有好大幫助，但係你要留意，唔好食得太鹹或者太油。我哋成日講最有益嘅食物，其實就係嗰啲原型食物，例如深海魚入面嘅 Omega-3脂肪酸係大腦嘅潤滑油。仲有深綠色嘅蔬菜，好似西蘭花、菠菜，入面嘅葉酸同維他命 K 係維持認知功能嘅關鍵。你要想象一下，你食入肚嘅每一啖嘢，最後都會變成修復大腦嘅原材料。如果你俾啲垃圾原材料佢又點會起得出一座好嘅大腦城市呢？所以要食得精而唔係食得貴。核桃、黑芝麻、藍莓呢啲都係大腦最鍾意嘅零食。另外，我一定要強調，大腦係用進廢退嘅。75歲之後，千萬唔好因為退休就令自己停晒落嚟。我識得一啲老友記，佢哋到咗呢個年紀，仲去學電腦、學新語言，甚至去報讀長青大學嘅課程。當你學習新嘢嗰陣，大腦會產生新嘅神經連結，呢個過程叫做神經塑性。就算你有部分腦細胞老咗，新嘅連結可以幫你分擔工作，同埋社交生活真係唔少得。去公園同人捉下棋、吹下水，或者去參加義工活動，呢啲社交刺激對大腦嚟講，比任何補藥都有效。孤獨其實係大腦健康嘅頭號殺手。如果你長期唔同人溝通，你個腦就會慢慢生鏽。我哋喺香港其實好方便，落樓下公園坐下，同街坊傾兩句，其實已經係一種大腦運動。你要逼自己去思考、去回應人哋、去組織語言，呢啲全部都係喺度鍛煉緊你個腦。仲有一點，好多老人家會忽視，就係飲水。大腦大約有80%都係水。如果你長期飲水不足，個腦真係會縮水，從而影響記憶力同埋專注力。好多老人家怕半夜起身去廁所，所以唔敢飲水。其實你可以喺日頭飲多啲，傍晚之後先至減少份量。保持充足嘅水分，可以確保血液唔會太過濃稠，令大腦嘅供氧更加順暢。你要當大腦係一盆植物，如果你唔淋水，佢就會枯萎。所以每日飲夠水係維持大腦活力最簡單、最平，但係又最有效嘅方法。最後，我想同各位長者朋友講，75歲唔係衰老嘅起點，而係另一個精彩人生階段嘅開始。
只要你發現自己朝早起身仲係咁醒神，冇嗰5種唔舒服嘅感覺，但你就要有十足嘅信心，你嘅晚年生活質素一定會好好。保持正能量，對世界保持好奇心，食得清淡啲，動得頻密啲，你個腦就會繼續後生落去。我見過好多過咗80歲、90歲嘅老人家，依然可以同後生仔辯論時事，甚至仲可以幫手湊孫、處理家務，做得井井有條。佢哋嘅秘訣其實好簡單，就係唔好俾老呢個字框住自己。你要相信生命嘅能量係可以透過你自己嘅努力去維持同提升嘅。我哋講開養生，其實心態決定一切。如果你每日都擔心自己會病，擔心自己會老，呢種壓力反而會傷害你嘅大腦皮層。放鬆啲，順應自然，但係又要積極管理。如果你發現自己朝早起身有1、2樣感覺，都唔使太驚。呢個係提醒你要注意身體啦，改下飲食習慣，喐多啲，慢慢你會發現呢啲唔舒服嘅感覺會消失。大腦嘅修復能力係好驚人嘅，只要你肯俾機會佢，佢一定會回報返你。所以如果你今朝起身覺得好舒服、好清醒，記住對住鏡入面嘅自己講一聲恭喜，因為你已經擁有咗世界上最珍貴嘅財富，一個健康、年輕、充滿活力嘅大腦。呢種財富係你用幾多錢都買唔到嘅。希望每一位聽到呢度嘅朋友，無論你係咪已經75歲，定係你屋企有長輩，都要好好記住呢5個指標。健康唔係靠醫生，而係靠你自己每日嘅觀察同埋保養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分享嘅資訊對你有幫助，不妨分享俾身邊嘅老友記，大家一齊交流下養生心得，等我哋每一個人都可以優雅淡老去，活出最高質量嘅晚年生活。我哋生活喺呢個時代，資訊發達，醫療進步，活到100歲已經唔再係夢想。但我哋追求嘅唔係單純嘅數字，而係要有質量嘅長壽。一個清醒嘅腦袋，可以令你繼續享受美食，繼續同屋企人傾偈，繼續去睇呢個世界嘅風景。呢啲先至係長壽嘅真正意義。記住，心態後生，大腦就自然會跟住後生。祝大家每日起身都係腦袋忽到爆，精神爽利。唔好忘記，你嘅身體係你最忠實嘅夥伴，只要你愛護佢，佢就會陪你行得更遠。我哋一齊努力，將呢份正能量傳遞開去，令更多人可以擁抱健康嘅晚年。